啊，无论咱踮咧树林教会即个大家庭以来偌久，你有可能对遮个青少年朋友拢无熟悉，但是毋茫伫你祈祷的时阵，你有缘提名祈祷。你若无熟悉因手部看，有缘为着因祈祷，毋茫因的生命内面真正会当早一日回应耶稣基督的邀请，真做基督的门徒吼，咱咧遮讲真做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咱咧讲到见长见人，毋人言体起座，搁较要紧人的起座。所以咱后礼拜，过来即礼拜拜六礼拜有一个灵修会，若无参加灵修会的人，请会记伫咱礼拜早起9月初是10点有缘伫即个所在有主日礼拜。即灵修会真要紧，就是咱即几个月一直咧讲基督教信仰啦，缩做剩一字吼，就是听。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啦，缩做剩2字，就是啥？关系。即两个稳当夹斗阵，听伫关系中间来落实来实践。你无可能干那讲听，结果无一个所在，没有一个平台让你去实践。那个爱一定有一个平台，稳当有一个所在。所以咱即个过来后礼拜的灵修会，咱就是咧讲到遮吼，讲到即个听伫关系中间，伫咱即个大家庭内面，即个灵修会的一个功课。那安尼，咱过去即几礼拜拢咧讲到门徒，要叫青少年朋友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咱咧是大人，是毋是家己嘛诚做门徒咧？有人会当起音无？好，天色渐渐光，无人问，田着。可伫田着为这首歌是1937年原版的，甲你即马所唱的可能有1、2年无共。原版的原版的歌词1937，你想看觅？1945台湾才离开日本的统治，1937还阁是伫个日本的统治。1930年代真正爱经验着即款，透早4点就爱去田里。你若是讲第2期诶稻啊，7月、8月、9月可能4点起来啊，感觉真看活。你若是第1期诶稻啊咧，旧历年价就开始要准备播田了。你想看觅？迄阵啊2月透早4点爱去田咧。无怪讲冷酸酸，但是伊中间有一个真要紧，咱今仔讲这叫啥？遐尼辛苦是为了过3顿吗？遐尼辛苦敢为了过3顿？因为吼，在咱的一生中间吼，咱常常会发现，咱到底是倒一项啊？活地是为了食饭，还是你食是为了活？即个吼。一直踮咧遐个是鸡是卵，还是卵孵出来鸡？吼，鸡仔囝到底倒一项先？即个伫人类的中间一直踮咧转来转去。但是咱真侪时阵，咱必须要问家己：耶稣基督互咱的是甚物看法咧？拄仔咱所读的圣经，伊甲咱讲吼，财宝毋通积储伫即个地面上，虫会加，毛仙会拍歹去，啊积储伫天顶吼。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哦，特别是我们在座有很年轻的朋友，真感动啊！跟爸爸、跟妈妈最近来做礼拜，这个功课你可能听起来不容易，因为你现在在银行里面有户头，可是你在天上没户头啊。如果你跟阿嬷说你在天上帮我立一个户头，他弄不出来，但是那个户头会在教会的名字上面显现出来。你参与在教会的事工，你在教会里面参与敬拜，你天上的户头会在教会的周报显现出来。主耶稣甲咱讲到爱积财宝伫天里，这个所在讲到一项真要紧的，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，你的心嘛伫遐。这个甲咱讲到人生中间迄个重要的代志，你放伫倒位，咱称这叫做价值观。价值观，什么叫价值观？一个人处理代志。做一个判断对啊毋对，还是你做选择的时阵的一个标准啊。大家人的价值观拢无共款，所以这款的价值观就走出来相对的。你看咱建筑委员会为着要甲教育馆安尼计划好势，
我敢若举一个咧，敢若为着迄个电梯吼讨论几落摆，啊，毋若敢若来厂商来报告，佫有几个建筑委员吼，佫走去坐电梯，讲这个互笑。有个人哦，一工电梯要坐几落摆对无？你上班的所在，你电梯要坐几落摆？但是为着咱教育馆的电梯，我逐工咧坐电梯是啥物款呢？煞无啥样，佫专工去坐，即个厂商给咱报告的迄款，佫专工爱去坐一下看卖，看大细，看感受安怎？你看，大家的价值观无共，13个建筑委员的价值观嘛无共，但是爱处一个共同的共识。这个功课偌大，因为大家拢有家己的判断，有处理代志的原则，这叫做相对的价值观。但是正人斗阵的时阵，咱就要找一个共识。讲到价值观吼，都足侪有的人价值观坚持诚信第一，所以诚信第一的人吼，你甲伊讲啥，伊逐项代志拢甲你讲甲真好势，照步行。有的人讲纪律第一，所以逐项1、2、3、4、5你若无1、2、3、4、5吼。按1跳去3，袂用诶，2过来吼，2也袂做诶，阮当个2做着。有诶人是感觉讲爱情第一，有人爱情第一无？有一句话讲爱江山，不爱。20世纪诶是倒一个故事，拢会记伫咧英国。英国诶国王是一代传一代，1936年1月，英国诶国王乔治5世安息。伊死去，过来当然就因囡仔，伊个囡仔叫爱德华8世。年头敢若做王啦尔，偏偏考虑王都爱有结婚，所以伊就爱要娶太太。但是伊原来2年迄个太太是美国人，一个美国的夫人人，已经结婚2届。英国要哪会通啦？莫讲1936，2014的今仔日，你看因都武甲要死哦。即摆这伊丽莎白二世迄个后生啊，叫什么名？哎哟，今仔日这21世纪都武甲呢。你讲20世纪1936年，伊有3个选择，第一个，唔通搁甲即个2年的女朋友斗阵啊，乖乖照英国的规矩来娶一个有爵位的哈。第二个，甲内阁跟内阁，跟首相跟内阁来打宪政法庭，拍宪政法庭，拍看卖，拍看我到底会过袂。第三，偏啊懵的我王卖做嘛，对不？结果伊选择第三，这个就咱你讲爱德华8世，1936年，国王都还未做到年底，就落台，王让互别人做，安尼吼，这是伊丽莎白2世阿公吼，让互别人做，我卖做王就好啊。咱即摆女王，即摆英国的女王是1952年就任的啦，1952年，你看做到即摆。做偌久？这是一个责任，毋是伊爱做，但是因为踮咧即款的环境，伊有一个责任，伊回应迄个积分，就敢若像咱咧讲，拄仔咧甲小朋友讲，第一个就是管家。管家的工课真侪时阵，毋是你买，是上帝交托，主人交代嘛，对无？主人交代，所以咱咧讲到即个价值观的时阵，拄仔咧讲即爱德华8世这做法，互咱看到原来竟然有人安尼无爱做国王，敢若为着一个夫人人，为着要娶这太太，安尼，咱就知影即个相对的价值观，伫人伫群体斗阵的时阵，伊就爱做调整啊。毋那敢若相对的价值观，群体中间包括咱个人的价值观，咱拢有缘共款，嘛就爱学习即款。有一日，即个个人的价值观是安怎呢？是。你若要诚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，你就要定心拍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价值观我的价值观，伊是一款个人做中心的价值观嘛。成长的家庭，爸爸妈妈的引带啦、教师啦、啥等等，所以都要把这个个人的价值观拍破了后，定心建立。圣经有一段安尼讲：希伯来人书11章第30，咱做阵来读，预备来。对神，咱知这个世界是对上帝的话。来做成，安尼所看起的，毋是对话看起的。家己的圣经就爱负得正，就爱负得正吼。所以你看上个较知识这个部分吼，毋是对话看起的来成，毋是对话看起，意思就是安怎？是对袂看起的。
父，他就很喜欢用两个父哈。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是借着看不到的世界来造成的，所以表示迄个看不到的影响更较大。咱看会到的这个世界，囡仔饲大汉，吼，你的经济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、你的工作，这各种吼，拢是看会到。但是迄个看不到的观念、你的态度，你甲上帝观念影响才会看会到。这希伯来人书人家讲，所以咱必须要有一寡爱定心调整、定心拍破。耶利米书第1章第10节，咱真实的一段咧，甲咱讲，上帝今仔日设立咱、选择咱，踮咧列邦列国的顶面，但是伊要实行啥呢？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，也就是讲，有定心甲咱并头啦。当咱要进物件的时候，咱甲头定心并过。生命中间，咱嘛都爱经过这款吼，爱去并过安尼吼。那安尼，伫咱信仰的中间，请会记得这句话。伊讲人生同大的目的是啥物？我要请问咱吼，当咱讲价值观的时候，人生同大的目的是啥物？才甲咱讲，就是要荣光上帝、荣耀上帝，过来永远来享受伊。啥物叫做享受上帝哈？我虽然就真爱食红豆牛奶、刨冰，逐摆吼团契聚会了，去到冰店，大家就开始有人食八宝冰，有人食啥物啥。我吼逐项看落拢好，到尾佫共款是啥？红豆牛奶，我感觉红豆牛奶最好食咧吼。即马食了后，看别人讲，迄食别款的蚵仔冰嘛真好食。后摆我要食蚵仔冰，后摆过来的时阵，你佫选啥？嘛是红豆牛奶。拢是食了后看别人的后袂歹，后摆我来食即个。但是当咱过一天、过一礼拜吼，了后过来的时阵，赶快去选即个。即个就表示甲你内在看袂到有关系，毋是干那外在尝试而已。即个讲人生所以伫咧红豆牛奶的中间，我享受红豆牛奶，是伫红豆牛奶的中间，我去经验到迄个欢喜甲满足。我经历到一个喜乐跟满足，所以叫做享受 （enjoy）。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。enjoy 就是伫迄个中间，我享受到一款的喜乐跟满足。今仔日，咱若是踮咧社区的这个赞美操中间，哇！我享受赞美操，就是踮咧赞美操的中间，我经验到一款的喜乐跟满足。今仔日，我享受上帝。为什么用这个字？有人讲，哎呦，讲享受上帝，甲上帝当作啥？是，就是要互咱享受的对象。当咱将一切荣光归乎伊的时，咱会当经验到甲上帝三亲密的满足甲喜乐。这个满足甲喜乐是其他的无法度满足你的。所以这是为书面书的信仰告别啦。500年前的一个为书面书的信仰告别，甲咱讲到咱的人生目的伫这个所在。这嘛是当咱咧讲要拍破定心建立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观，要做门徒，要成做基督徒，你的生命要有改变。迄个改变毋是求平安添福寿，咱常常咧提醒这个吼，毋是求平安添福寿，囡仔熬大汉熬读册有大台车驶，毋是咧求这个超越这个，毋是讲这个无重要，是上帝的祝福要超越这个部分，互咱会当来荣光伊，过来享受。上帝话命伫咱的中间，所以马太福音6章33节咧讲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这就来甲咱讲10对的价值观。咱的生命中间吼，咱的生命中间拢有咱个人相对的价值观，有咱个人相对的价值观。这个人的相对价值观无问题，嘛要帮助咱稳当爱学习来建立。但是每一个相对的价值观要结连伫耶稣基督这个10对的价值观，那安尼，咱的人生才会当进入拄啊所咧讲荣光上帝、享受上帝的画面内面。有一个修女，咱过去提过伊几落摆，1997年安息，德蕾莎修女。这个修女伊捌引用一句话、一段话，踮伫加尔各答儿童之家的壁，甲写伫迄个所在。这个内面有一点仔长，毋过伊内面同样见到咧讲着红色的这4字，
这红色这四字叫做啥？无论如何啦，无论如何，你会看到真侪人无讲道理，乱来，甚至有一人啊野蛮吼，自我中心。但是伊讲无论如何，你共款都爱听因，吼，共款爱听因。你做好代志，人讲哎呀，这人绝对有问题，有自私自利，别有用心。无论如何，你共款爱做好代志。成功了后，你若有成就，你成功了以后，会来很多的朋友，虚假的朋友，真正的敌人都出现了哈。遐想要甲你拍败，遐拢走出来。但是伊讲无论安怎，咱游玩都爱成功，爱有成就。今仔日做好代志，明仔载互人袂记得。无论如何，嘛是着爱坚持，爱做好代志。袂讲因为今仔日安尼互人倒打一耙，我就袂。无论如何，我共款袂。这就是绝对的价值观，甲咱三结连的时阵，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做一个真坦白的人，会互你受伤，但是无要紧，游玩要诚实，要真坦白。咱建立几多年，有一天忽然间拢无去，感谢主。因为我共款今仔日要努力来建设，人需要帮衬，但是你若帮衬因，可能会互因攻击哦。无论安怎，你共款都爱来帮衬人。伊上尾也讲，咱踮咧即个世间领受侪侪恩典，咱就是要来服侍即个世代。但是你服侍即个世代，可能会互人甲你的喙齿都踢掉吼，甲你限一个喙尾啊。无论安怎，嘛是着爱将你一生同好的献予这个世代，献予这个世代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甲绝对的价值观结连斗阵的时阵，你的眼光是对上帝的原道，对上帝遐来看，你就毋是对家己的相对的价值观来看这项代志。以前还是旧年捌讲过郑冠强的披露。人讲啊，牧师你哪遐爱食灌肠？逐摆讲的拢敢若甲灌肠关，我今仔毋是要讲迄，但是迄是郑灌肠。你捌灌过灌肠无？灌肠有无？迄个灌肠吼，迄肠啊摸囥遐，即马肉安遮一直甲煎入去，有无？一直甲煎入去吼，一直甲煎入去。但是你煎甲一个长度，你着爱安怎？你爱安怎？缩起来，用啥物甲缩起来？不管啦，不管你古早是用迄落。布袋啊，还是要用塑胶，还是反正灌到一个程度，你就爱忽一个甲缩起来，对无？啊，嘛灌墙，搁灌一个缩起来。咱的人生就是像安尼，即句话在甲咱讲到迄个绝对的价值观。你若有徛起来规个按头到尾看的悬度的时阵，你就袂互你人生中间原来拍拼甲要死啊，为着人做好事啊，踮咧教会拢咧服侍啊，忽然间忽一个缩起，所有成就拢无去啊。变做敢若像迄个塑掉的，你袂因为安尼失志跋倒，袂安尼在后摆拢袂做，袂，你继续搁灌墙，继续甲你同好的献予即个世代，继续将你所领受恩赐来服侍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影，你的权度是伫上帝遐，你的权度毋是踮咧灌墙即个下面啦，所以你袂因为人甲你嫌，啊人甲你攻击，甚至啊你煞失志啊袂啊啦，袂做，袂安尼，你继续，因为你知影。你所领受的这份是对上帝遐来，迄个责任是要回应上帝对咱的一个邀请。所以，这个咱台湾人踮咧灌墙哦，你看为什么拢爱甲一再一再，互咱去学习经验上帝掌管过来，那真是一个有规律的人生啊！哈，虽然有当时啊有成就灌墙灌满满，有时用塑胶呢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无论安怎，我依然。要行伫即条真理活命的道路顶头，这就是咱的绝对的价值观。绝对的价值观会定身。今仔日咱周报内面上尾啊，迄句话吼，我的讲道片上尾迄句话，我常常咧想讲讲道片到底有人咧读无吼？后礼拜吼，讲道片要变成填充题哦，填充式的。然后过一个礼拜，我要把它收回来哦，看我们有没有写。咱的周报讲道片上尾迄句话，吼咧讲，咱若是对咱相对的价值观，既然转化做基督做中心的绝对价值观的时阵，你会发现你生命的形象定心建立，你生命的尊贵，上帝直接赏赐。咱真正毋是干那咧祈祷咧吹讲，咱是伊的
囝儿实实在在要经验，诚做上帝囝儿迄个宝贝。所以若是安尼的时阵，伫咱过来即礼拜，咱会当最近学习第一项，过去咧做学生囡仔就爱这项，很喜欢玩这个游戏。我生命中间最重要的10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就慢慢把它写起来。我生命中间最重要的10件事情，比方讲，囝儿有读册，然后碰到一个白马王子，然后你就会写啦，对不对哈？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事情，遇到一个好老师，怎么样？你要写，给我很快拿到第一个1桶金。听讲所谓1桶金不是100万，起码讲1桶金拢爱算亿的哈。很快让我得到第1桶金。你甲写10项出来，写了后，你祈祷以后，甲汰掉7项，剩3项，看是多3项。佮祈祷了后，佮汰掉2项，剩1项。踮咧厝诶，甲你厝内人三甲分享，阿公阿嬷甲孙分享看卖。4命中间剩3项是多3项，剩1项是多1项。这对咱的厝诶开始分享起就要紧的哦。第二个，你敢有相信有完美的人生吗？有完美的人生吗？你敢有相信永远活永生吗？要安怎对自我中心跳出来，然后用基督做中心，用基督做中心，互咱的每一日子拢会当行伫上帝的心意内面。伊所应允的无一项会失落，伊讲到拢会做。上帝所应允的每一项拢会实现。但是咱是毋是行伫伊的心意？有一个伊所互咱正确的价值观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知影你听阮每一个，阮知影目睭看袂到的比目睭看会到搁较要紧，所以阮需要对主你遐领受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当阮跟对耶稣基督的时，阮就是要用主耶稣你所想的，诚做阮所想的；用你的念头，诚做阮的念头。所以恳求主耶稣你帮助阮，互阮诚做你的门徒，就会当一步一步，拢无离开你。你的圣神嘛引带帮助阮，特别阮做兄弟姊妹，无论是伫阮的家庭、阮的工作、阮青少年朋友的功课，还是阮的事业。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体健康、心灵需要主你家己来满足，一切阮拢摆列伫你面前，恳求主你，互阮通过你所想事正确的价值观，来晓悟、来明白主的恩典真正大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